第一题，超简单。这个动物，我们讲巴豆要食啥？健康食品。咱都卖讲，健康食品，你会知阿常常用看好吧？啊，个倒位的，个体类啦，阿公爱食的啦。特再讲谁哦？我有你啊，哪里啦？大汤头袂使讲啊，跳过跳过，袂使讲。下面是说爱甲霸掌，大好姐，这是谁？目镜，袂使比的呢，这题无算哦，袂使比。袂使。哎，第一个记物件，啊，记物，邮局，来。不要你讲好，是几好啊？把药你讲好几好。啊，再看到下一题。最近台风很严重。这个豆，不要讲话。黄豆，台湾的豆，可以哦，地枣，人鱼，好强哦！大人哥，进城，糯米豆，台北市，新北市，哇，只要摇头跟点头就可以了。对啊。台风是准备的食品，泡面，好强哦！也在路上的是路。时间到了。没有，这你们这一题红基丁哦，斑马线。